好，这是市长，谢谢。刚睡醒哦。刚睡醒。小朋友看起来拄困醒尔，当然市长黄伟提甲教育局长陈新辉特别徛伫咧校门口迎接学生上课。8月30号是全国中小学开学日子。台南市教育局为着防治天狗日，市内282间国中小拢已经完成校园主清甲喷药作业。那事实上，在暑假期间呢，每个校长都不敢懈怠。那巡道清刷呢，我们是从学校要做起哈。那我们新的措施呢，是基本上不只要把学校的所有可能积水容器呢一一的做清除，同时呢，我们也期待那么新的这个学年度开始，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扮演家里面的巡道清刷的这个防疫小尖兵。市长黄伟提也到班级内底，一一甲学生拍招呼，并以有奖征答的方式宣导防治天狗日，让囡仔有防治的观念。黄伟提表示，除了天狗日以外，这次的开学有足侪代志需要面对。我们开学很重要，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还必须同时的面对。第一，当然是开学校园的安全；第二，是防疫的状况。虽然在西北疫情比较没有严重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小心，因为这个以台南以北的像云林啊、像台中啊都有病例了，所以说我们西北要特别注意。教育局表示，会成立校园督导小组进行专案稽查，定期甲学校检查落实防疫的情形，同时因应风台，也会督促各学校做好防台措施，让囡仔会当安心上课。台南新闻中华采访报道。